2026年想喺中山買樓嘅香港朋友，一定避唔開第四代住宅呢個話題。咁究竟咩係第四代住宅？咩情況適合買 ？Hello， 大家好，我係 Josie。呢期視頻我會為大家做一個第四代住宅嘅全面科普，客觀分析，唔吹唔踩。睇完你肯定會有答案。各個樓盤嘅匯總測評表我會放喺視頻嘅最後。所謂第四代住宅可以理解為住房嘅4.0進化版本，佢會將別墅嘅庭院理念搬到高層建築裏面，核心特徵係戶有空中花園，家有庭院。佢相比傳統住宅會有3個核心嘅變革，第一個亦都係佢最大嘅亮點。高贈送加高得房率，空中花園等大面積係唔會計入容積率裏面，或者係只會計算部分嘅面積，令到實際使用嘅面積會超出產權嘅面積，令到零公攤得房率超100%成為咗現實。第二個就係帶獨立空中庭院，每戶都會有一個6到20個方嘅私家花園，層高通常會挑高到3.6米到6米。如果你平時中意種下花、養下花，想約啲朋友仔返嚟 BBQ， 甚至想做個小茶室都非常之正啊！第三個就係超低密度、超高居住舒適度啊！第四代住宅普遍嘅容積率維持喺2.0到2.5之間，社區綠化率同埋公共空間會更加充裕。目前中山第四代住宅主要係集中喺旗江新城、東區呢2個核心板塊。接住落嚟，我會幫大家梳理盤點幾個有代表性嘅項目。第一個就係位於中山東區喜灣道東側核心地段嘅保利朗悅，總投資額18個億，由保利發展控股打造，容積率為2.5，總戶數714戶，小區配套有商業、養老設施等，係東區體量最大嘅第四代住宅，主打戶有空中花園，130%嘅高使用率啊！戶型面積有119方、139方同埋172方3至4房，兩梯兩戶，南北對流。但由於項目就喺喜灣道隔離，未來喜灣道會有高架橋，後期建成之後，對噪音比較敏感嘅朋友就要慎重考慮啦。由於第四代住宅錯層挑高嘅設計，隱私性上面的確係會存在一定嘅爭議㗎。保利朗悅喺戶型嘅設計細節上面亦都做咗一啲調整，陽台上方位置大概有80公分嘅飄蓬，而上一層陽台側邊亦都做咗牆體嚟阻隔。但由於四代住宅挑高嘅設計，你想做到100%嘅私密性係比較難嘅。第二個項目就係位於中山石岐總部核心地段嘅龍湖香山頌，佢亦都係中山第一個第四代住宅項目，位於中山石岐總部經濟區嘅核心地段，成個項目所在嘅片區屬於中山石岐總部比較成熟嘅核心居住區，成個屋苑係有3棟高層同埋9棟小高層，屋苑總戶數係408戶，容積率得2.0，屬於超低密度嘅社區。但呢個屋苑流動之間嘅距離係會比較窄嘅，尤其係139方嘅戶型。呢個項目係喺上年嘅5月份開售，到而家為止已經進入咗一個尾盤銷售嘅階段，目前就剩低117方10零套，可選性唔大。至於後期仲有冇新嘅地塊開發，我會持續關注。第三個就係同龍湖香山頌社區只有1牆之隔嘅陰陽與神。呢個開發商係第一次進入大灣區，成個社區地塊唔大，容積率同龍湖差唔多，得1.99，總規劃戶數係308戶。相比龍湖香山頌同保利朗悅陰陽嘅戶型設計上面呢，會將客廳陽台改為入戶陽台，客廳採用咗封窗設計，增加咗成個客廳空間嘅拓展面，令到成個客廳睇起身使用空間會更加大。有一個比較大嘅亮點就係佢係唯一一個將公共綠化平台呢個設計規則放咗喺佢嘅產品設計上面。除咗戶型，佢嘅社區園林都係可圈可點。小區嘅園林水景做得唔錯，但3蚊1個方嘅物業管理費，收樓之後水景園林仲可唔可以正常維護運轉？規劃嘅社區飯堂會唔會成為擺設呢？仲有待驗證。最後一個就係最近話題熱度
非常之高嘅城建綠城江山和明。中山石岐總部經濟區嘅第3個第4代住宅，位於中山石岐新城比較核心嘅地段，項目總建面係9.6萬方，容積率係2.0，成個屋苑係有8棟高層，大概有480戶左右。佢喺戶型設計上面肯定係參考咗前面幾個屋苑嘅市場反饋。戶型上面，我哋先睇下得房率，呢個亦都係第4代住宅繞唔開嘅話題啊！佢對外宣傳得房率係140%，接住落嚟就係大家非常之關心嘅問題：邊一類人適合買？咁邊啲人又要慎重考慮呢？如果你嘅預算比較充足，並且考慮嘅係長遠價值，關注發展商實力同埋地段嘅話，第4代住宅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中山第4代住宅單價基本上都係維持喺18000起步，總價200萬起。雖然比中山普通住宅係貴一啲，但勝在實用。但如果你嘅預算有限，後面考慮轉手嘅機率比較高，並且對居住私密性比較關注嘅朋友，需要慎重考慮。第4代住宅比同地段嘅普通住宅價格上面起碼都貴20%以上。其次係第4代住宅錯層設計嘅隱私問題，揀樓嘅時候一定要認真咁睇下漂板嘅設計同埋樓層嘅高度，避免入住咗之後尷尬。另外，空中花園係需要打理，蛀蟲啊、防治啊、植物嘅修剪啊，都係需要時間同埋成本嘅。如果你係冇時間，亦都冇興趣打理，咁呢啲住起身就會為你帶嚟唔少嘅麻煩啦。最後係各個樓盤嘅匯總測評表，方便大家直視對比，揀到自己心水嘅樓盤啊。最後總結一句，中山第4代住宅有佢獨特嘅優勢，亦都有需要注意嘅地方。都係嗰句，天下冇100%完美嘅產品，只有適合你嘅戶型。畢竟適合自己先係最好嘅。如果大家仲想了解邊個項目嘅詳細測評，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啲我都會一一回覆。記得點讚收藏，俾個 like， 後續會同大家分享更加多灣區置業嘅乾貨。下期再見，拜拜。